求神拜佛一样哎，真的是我受不了你这网络了，你这网络怎么回事哦 ？OK，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没问题，没问题，这绝对没问题了。阿弥陀佛，好吗？拜托拜托，给点面子。我想就啊，等一下，先等人进来一下，我先去拿一下热水，我冲包感冒药喝一下。YouTube 未能收集足够的视频来维持流畅式体验。现在应该没有问题哦，真的没有问题了。现在我先泡药，因为今天好像没有开空调，然后我就感冒了。当然，恭喜我回来，我一直都回来了。我跟你讲，我刚才就回来了，但是他这网络真的泡杯感冒药。哎，不过现在真的不能太多感冒，因为一感冒，我们现在这里感冒药都不能卖了，一定要去医院。就家里的那个，我稍微有点流鼻涕，所以我稍微喝点感冒药就好。Hello， 进来各位都晚安啊。嗨嗨 ，Hello， 奶糖想喝热牛奶，你好你好啊。各位，反正是今天呢就是被这个月差不多过好之后，我觉得应该就没差了。我们现在开学都是要3月才去开学，2月底都不会开学了。我们随便聊一聊啊，你们可以发一些想问的，或者是想跟我说什么，可以发一点讯息在那个实时聊天那边，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对，延迟什么不重要，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不是断网路就行了。我的意思是那个什么，我肯定是比上次直播的时候瘦了，有没有觉得？因为我这几天我就吃1顿饭，我记得我现在是每天下午起床之后就吃1顿饭，我绝对瘦了。什么讯息哦？聊天什么都行哦。冇問題啊。低于建议值，那个 YouTube 刚刚跟我说没有问题，低于就低于了，高了我就怕它网络又有出问题了。哎，最近哈，就是中国联通给我发好多讯息过来，他一直说什么，就是那种高峰什么的嘛，就是不让我们出去，不要让我们出去之类的。
真的超多。不过我一个人讲很尬，你们要不要说点什么？随便说都可以。就是我一个人感觉这样子说，你基本上没有在看直播，都在玩游戏哦。玩什么？打传说吗？还是打王者？我一般打王者。传说的话，不太会玩啊。传说就进去之后，虽然装备什么都差不多，但是打起来还是有差的。我胖了吗？哎，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脸比现在大好多哎，我现在真的瘦了的样子哎。不过这个感冒药真的挺灵的，我现在喝了之后都没有想要那种继续咳嗽的欲望。之前的时候没有开直播的时候，我没有喝感冒药，真的欲望挺大的，就是一定要咳嗽。你们说些话，来一起活跃一下气氛，对不对？哦，对，我记得我在那个社区那个里面应该发过吧，就是发过那个我频道，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哈，YouTube 就是应该是以为我是游戏频道啊，然后他就给我1000订阅，就给我直接开了一个可以加入频道会员的一个项目，蛮奇特的。但是就在这最近几天呢，我就是关注了很多台湾的 YouTube，都相继开通了这个频道会员。可能是 YouTube 最近有一个活动嘛，就是满什么样的要求就可以给所有的频道主开这个东西吧，也不太确定。什么食物语啊？食物语是什么？我看一下我那个 App Store 里面有没有？为什么不考虑做 BL 啊？这个 BL 主要是有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我自身现在还不是太能接受男生和男生那种，对，所以现在没有考虑要制作这种东西。你想到了我不该想的东西，你想到什么东西哦？没事啊，不用加入，不用加入会员。就是有兴趣可以加，没有兴趣的话就是直接多看一点影片，就是有音频之类的，那个广告就可以，广告也有分润给我的，没有关系。我差点忘了，我要搜一下食物语是什么。食物语，但是我这里看哈，食物语那个，香港区的话，好像是在2月27号就有这个 App Store 就可以推出来了，但是是一个好像那个恋与制作人差不多的游戏吧，我大致上看一下的话，对，继续倒点水啊，我感觉，我就不应该不开空调的，我今天睡觉一定要开空调，为什么没有通知兔兔？你可能是在看影片嘛？你在看影片，然后 YouTube 就没有通知发过去的。最近千万不能感冒或者是咳嗽之类的。但是我昨天一不小心着凉了，现在真的很难受。
想听我唱歌啊？哎，YouTube 唱歌不是有版权什么那个什么的吗？我只能干唱，哎，干唱的话或许会很难听，而且我现在感冒了。哇，800红包这么多的吗？好好留着，然后以后攒多了，自己买一个喜欢的东西也蛮不错的，其实。哎，其实我现在红包拿好之后，我现在都不能去存钱呢。我差不多拿了多少？我算一下，2万多台币吧。然后现在都不能去存。嗨，blue 什么 blue？这个 我ちょっと待って，我来用 Google 翻译一下。我名字不太会读啊。嗨 VION，我来读一下。Von，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吃着饭，哦，这么晚吃饭吗？自己留了才会被拿走。你怎么被拿走？被你弟弟或者妹妹拿过去那个吃东西吗？抢走？2万多还好啊，其实我们这的话，其实 I'm English is so good. No speak my English is so poor. OK. 蓝色维安 ，good name. OK. Good name. 好好吃饭啊。这水好烫。Work 工作，哇，你现在已经工作了吗？那看样子你应该比我年纪大了。嘿嘿，欢迎。我的英文怎样啊？不是很好啊。No, your English is so bad. No, it's not me. I'm English so good. 被我妈因为我不常花钱，所以通用，所以连零花钱也是当做存钱。那存在自己身上啊，不要存在你爸妈那边，存在你爸妈那边就要不回来了。今天那个昨天就没有盖好被子，然后空调嘛，暖气没有开起来啊，然后我就冻着感冒了。2万多人民币，其实有啦，就在我们旁边一点点啊，上海那边的话，其实蛮多人红包包的比我们这里还大的，我们这边包红包都挺大的。没差啦 ，No me 和 Not me 都差不多啊。你在中文里面是不是 No 不是 Not 不是都一样？英语是什么呀？英语不是什么东西。英文，你要是学不好，你就其实也没有关系啊，英文不好也没有关系啊，其实。如果你是在亚洲，如果你只是想在亚洲一直生活的话，对不对？英文不好也没有事情啊。就算你去新加坡，新加坡人家华人也会讲华语啊，没有关系的。但是以我的英语水平，我当然是可以去欧洲混的啦，是不是？
有差一点点啊。嘿 ，Lucy 罗，喂，应该是 Lucy 罗，这个是拼音，我看得懂。哦，对，我今天还研究了一下那个，就是电脑这个 PC 端上的那个注音输入法，因为我现在iPhone 上面差不多注音会用了，但是电脑上面哈，我还差一个注音标识的键盘，太可怕了。不然的话，我这个英文随便乱按盲猜，我真的是猜的要死快了。是不是超厉害？我会注音了。你前几天逛街看到化妆品打3折，一次性买了5个，这么多，买这么多干什么？又用不完。我记得我一瓶洗面乳，我现在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什么我不会用？我一般我们这里一般用拼音啦，然后注音的话，我是自己先学的。哪有？我现在什么？我现在比你打的快多了，图图，好吗？哎，小 case 啦，不要说厉害啊，萌萌的呀。买贴纸贴下去，我可能其实我不是太细巧的人啊，就是画画啊，或者是剪纸之类的，不太有那种贴上去的话可能会贴的不好看。然后我加上我还有一点强迫症，万一贴的不好看，就可以直播多久？可以直播的话，看缘分啊，看我这个网路到底给我直播多久。哎，我这网路它要是好的话，就可以一直直播下去。我记得上次网路好了之后，我一直直播了差不多1-2个钟头都没有关系。但是网路不好就很靠背，他每次过一会儿就给你断流，过一会儿就给你断流，就哇！明明我才用了不到600K 哦，600K 的数据，他就给我这样子。100多台币的话，我算一下，差不多是20多块钱啊，还好哎，20多还好哎。我记得我一瓶洗面乳好像60还是70多，有点贵。哇，猜对了，这么厉害吗？一下就猜出我是处女座，可以。不要骂网络，要怪我什么？要怪那个，我太帅了，网络羡慕我是吗？你这边11点多，你是在哪里哦？不会断啊，放心好了，网络跟我谈妥了，他说只要你多吃饭，胖起来，让我这个网络显得比你帅，那我就不会断了。我跟他已经约定好了，我下次吃2碗饭。你在澳大利亚？哦，哎，那你是留学生哦？哎，留学生好像又比我大哎，感觉。等等，我擤个鼻涕，我把声音关一下。OK，moment 呀。
当然有这样说啦，我跟网络先生已经谈好了。网络先生说，就这样答应我。没有啊，我胃口挺好的，也不算病了，主要是感冒。对，没错。没有吗？我是高中生呢。你出去留学，你是在国中出去还是在高中出去啊？现在？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比我小吧？还是说，你是移民过去的，还是？我从来不讲借口，我说的都是事实。信じつはいつも一つ。我觉得这个音乐比我好很多。高中生有点看不出来，我这么老吗？难道我像一个偶机桑吗？还是说我应该是华侨啊？有可能。就老来放，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现在穿的比较邋遢而已，因为我在家里面待了时间超久了，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打扮，也没有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啊之类的，所以你看着我就感觉哇，这个人啊，真的是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高中生呢？他肯定是一个老机长老头子，是不是？但其实等我精心打扮过，然后穿好自己的正式衣服之后，哇，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酷的 man。OK， 你正在啃面包，多吃一点，人吃是福。哦，你高二，那你比我大，没你比我小。什么？为什么不出？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出去？什么意思？这肯定就算啊。有点年轻哦。哎，不是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还蛮年轻的，说真的。我觉得高一好啊，高一年轻啊，是不是？人嘛就要年轻一点。你今年4岁，我高3啊。那你跟我偶机上，就是我自己。我不想说我自己是偶机上。哎，那蛮厉害的。跟你讲，你中文学会了，你还会英文的话，哎，真的很厉害。你3岁，兔兔，你不要乱讲哦，你3岁，你不老啊？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老？真的看不出是高中，那可能我真的是成功人士的面貌，是不是？别人我这么小，但是你们都觉得我像个成功人士，所以说，そうですね。听你的 ASM 啊，有种小朋友的感觉，现在有点反差感。
对啊，所以我就说，声音这个东西其实跟外表还是有差的。而且，那你说声优那种东西是不是？声优哇，所以我觉得声优这一类东西全都是二次元啦。虽然我不算声优，我只是随便说一说声音这个东西。你不算阿姨吧？怎么算阿姨呢？哎，我发现你们超喜欢用这个黄黄的脸蛋，那个肥肥的很可爱。那不是挺好的吗？被认成国高中生，那以后就不管怎样就很那个很吃香，对，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年轻。我的声音像小朋友，我可以换一种声音，其实，但是我不想换，因为这样说话比较平常一点，但是换声音的话会比较累。对呀，我来变一下哈。那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声音算不算是不像小朋友了呢？哇，好累啊！那蛮棒的啊，都会被认成国高中生，都蛮棒的。我一出去，别人包括你们都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叔。儿童不宜的内容啊，这个主要有点区别。我就是第一，我们这里是不太允许让录这种东西的。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到那个年龄啊，所以说可以录一些那种多一点怎么说多一点那些啥的东西，但是不会有那种词汇啊之类都不会有，那种情节也不会有，因为第一是法律不允许啊，第二就是我自己感觉也没有，就自己也没有感觉会想去录这种东西，对。忍不住什么了？违和当然违和啊！我有几种声音，我除了不会变女生的话，我别的我都还行哎。其实，比如那种阿公的声音也是可以。我未成年啊，不是。其实如果说未成年的话，在台湾的话，不是20岁才算未成年吗？但是我们这里18岁，我也没有到，所以说我还是个未成年。对呀，我今年还不到18岁，所以我还是个小孩子。不行，我像对着镜头，我这样子，不太好呢。正太哦，正太，我有录，我有那个变过，可以变啊，但是变好之后嘞，就是真的很违和的感觉，因为变好正太音的话比较违和。不过我现在特别想玩的一个就是变女生的声音。台湾也是20啊，台湾很多，比如说开银行账户啊之类的，都是20岁才能开，这种东西要成年之后才能弄。你成年了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啊，怎么可能不能都要遵守的啦？又不是说，毕竟什么孔子也说过一句话嘛，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什么70
随心所欲，不逾矩，好像是，就是不能越过规矩，但是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能越过规矩。对，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遵守的。对，所以you're right。小光是谁啊？小光是那个。哦，你们说那个小光，对对，哦，我知道了，就是一个 YouTuber， 我知道，我懂了，那个小光，我以为是那个 Pokemon 的那个正太音哦，正太音，我需要一段词啊，没有词我变不出来。他们说什么气泡音啊，变男音用什么气泡音扶上颚之类的，我是真的没有看懂过，我就是凭自己感觉来弄。对，哦，不过，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简单，但是不用什么气泡音，就是要借助工具。你可以买一个那种声卡一样的东西，然后配上那个麦克风，然后它有个变音功能，稍微声音细一点点，然后它那个变音就可以把你变成女生了。我以前试过，但是我现在把麦克风换了之后，这个麦克风就没有这种功能了。对，而且我这个耳机夹耳朵真的超紧的感觉。努力学正太音，女孩子的话就比较适合正太音啊，因为不是以前那种蜡笔小新啊，或者是哆啦 A 梦之类的，都是女孩子的声音嘛。姐姐我爱你，哇哦，这个可以，不过太短了啦。莫名标准是什么意思？标准一点不好吗？哈哈哈，什么？哎，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一起迸发出来，今天就聊一会儿。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挺空的，最近真的蛮空的，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哎。标准是不错，只是感觉跟我平常讲话有差的。这样子才算变音啊！就是有些时候哈，就是声音不一样，就是听起来有差别，才算真的变成功啊。寒假放到废哦，台湾也放到几月份哦？我们这里是放到2月底。不是啊，我有点感冒了，昨天没有睡好，就是没有开暖气，然后就感冒了，就一直在喝热水。唱下山是什么歌啊？我好像没有听过。我一般都听一些老歌啦，你比如说，你说唱刘德华的歌，哎呦可以。昨天音频嘛，喜欢就好。你们放到25号，那也蛮久的。
那蛮不错的啊，就可以放好久的假。郑太医，我没有，不行，没有抬手，我不能变。2月25，哦，3月2号都蛮好的。哎，那我们都没有太大差距，都是放到2月结束。哎，那应该都是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台湾一般都放25号吧。3月2号你赚了哦，3月2号超赚的，比他们多了几天啊。2月有几天来着？我看一下行事历哦。哦，原本就要放到25号嘛。有这样子哦。一般男孩子如果家庭里面就他一个人一个孩子的话，他会比较喜欢想要一个姐姐，然后比较有安全感，然后还有什么有一个专门的女生哄他安慰他，是不是？我记得一个 IG 上面这样说的，然后我就对记了一下。开学几天就要放228，怎么？哎呀，没事啊，挺赚的啦，真的是。2月份就28天呢，2月份一过就3月份了，放心。我有玩什么游戏？王者荣耀，还有一个那个 PUBG， 但是一般玩王者荣耀啊，那个吃鸡的话不怎么玩。对，原本17号，那很好台湾的假期原来这么久了吗？我们这里都没有这么久，春节过一下，过这么久。那蛮好的啊。所以奶糖你也在大陆吗？暑假会延后，真的假的啦？你们好惨的样子。那也没差，如果教室里面有冷气的话，早几天晚几天没有差别。对，在教室里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个冷气，然后你可以躺在课桌上睡觉，没有人管你，这是超爽。老师不管你在睡觉，哇！这算睡衣啊。我本来那件睡衣的话，我妈说就是比较薄嘛，然后就给我换了这件带绒的。非常时期不能感冒，但是我偏偏还感冒了。安安，欢迎蔡彩婷。哇 ，Welcome to my YouTube live。也不是说，对啊，我是想做，其实我都想做。一般呢，我其实现在，还有以前的想法都是，我想拍影片的。然后音声这个的话，因为比较简单嘛，我可以先做起来嘛。然后也是因为我喜欢写那种写小说之类，但是我不会写太长，写太长我就世界观什么就崩塌了。那我就写个短篇的，然后可以把它录下来，然后分享，就蛮好的。
对，所以这就是我录音声的一个最开始，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刚刚听到这种音声嘛，所以我就想做一做。对，但是未来的话，我还是更会想做影片啊，就是 vlog 之类的，像台湾那些 YouTuber 一样，去外面拍拍影片啊之类的，这才是我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哎，我喜欢什么科目？我最喜欢国文嘛，因为国文我只要能听得懂，然后写作文之类的我也能写出来。但是老师不让我用繁中写字，我就很烦。天数补回来这事情不是很常见吗？这英文跟你有一比是吗？那我们来 PK 一下。我觉得我的英文绝对，first one only me in world I'm English is the best。我在说三小。好了，我乱说的，你们应该听得懂。这是按中文一个一个对过来，应该能翻译出来的。哦，你不在大陆，那你在哪里？没有啊。你要是生活在就是中文为主的地方的话，多学学，把国文学好，就中文学好，就肯定是要的。然后别的话，比如英文之类的，除非你真的是喜欢天天去欧美，然后或者是有兴趣去欧美发展，那么英文学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因为世界以后肯定是国际化的，所以学英文也是重点啦。对，所以说英文还是有必要学好的。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学好英文啊？そうですね。你们不用补天数，那蛮好的啊。最强招数字对字翻译，这不是用惯中文之后都喜欢这样子吗？不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中式英文？A 到这里都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向你肯定，我的英文是来自美国沃辛顿的标准地方发言，华盛顿腔，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讲的很老塞。不喝了，等一会儿再喝，这太烫了，喝一下就痛了。不补也蛮好的，不补的话就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嘛，然后多给学生放几天假，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对不对？哎，笑什么啊？听我的发音就不行？当然啦，你又不是你去那个你去那什么地方？沃辛顿，去沃辛顿待几天，你会觉得他们的发音啊，怎么都跟我一样？原来我是对的。对 ，I'm True， 是这么读吗 ？True Tree。没有这个病毒好啊！如果没有这个病毒的话，现在应该星巴克已经升级了。我星巴克那个有个 app 嘛，然后总共有15颗星，到了15颗星我可以升一个等级，然后我到2月份底的时候就差1颗星哦，然后就没有出去，没有办法去喝星巴克，然后全部清零，让我今年重新再攒15颗星星，所以我现在很靠背。哇，就1颗星的距离哎，你给我全部给弄掉了啊！气死我了。不要纠正我的发音了，
我的发音，其实最小9的直播放弃跟我朋友打游戏。后天的太阳，后天我给你去生一个人工太阳出来，好不好？你一定能看到的，相信我。想不到要录什么事。有啊，我有时候就想不到要录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录一些我们这里的方言的音声啊，或者是就是即兴发挥，对，即兴发挥一下都有可能。哇，天哪，喉咙还是很痒。这天气对于我鼻子过敏的人来说，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玩，太难。最近还不要出去啊！不光光是过敏的原因，关键还是在于那个冠心病毒很严重，不要出去。放生朋友这个词，后天是阴天，没事，我给你们打太阳出来，把太阳打出来，就是我自己做一个太阳给你们挂上去，虽然没有热度，但是可以看到太阳。天气，台湾天气不冷台湾我看了一下那个天气，好像都10多度的。我看一下天气，对啊，你看台中现在那个什么天气是13度，然后我看一下台北是多少度。台北有14度那高雄不是更热了？这天气还冷哦，那我们这里只有5度那是不是要冻死了？最近不要出去啦，就算有口罩也不要出去啊。再过几天好了，差不多3月份、4月份吧，那时候出去应该会比较好。哇，那我觉得你去俄罗斯那种地方的话，可能会更冷。做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的音声哦，我有做过啊，但是怎么说呢？最近没有做，因为我最近没有写台本啊，都是即兴发挥的。我想以后可以做了。10多度不冷啊，10多度我们还不会穿棉袄之类的，就穿那种薄薄的长袖就可以。我们这现在5度而且今年连雪都没有下，有点失望的样子。韩国超冷的，靠近东北那边是真的很冷。兔子冰，你如果生的当然不好吃啊，你烤一烤就好吃了。大熊熊哦，人家俄罗斯那边大熊熊和那个什么那个俄罗斯人是好朋友人家还是宠物所以说不会咬你的。那快开暖气啊！冻死了就开暖气啊！我现在摸一下我脚是不是冷的？我脚也是冷的，但是我的手是暖的，我可能喝很多热水。多喝热水挺棒的。其实我现在蛮喜欢夏天的，
夏天的话，你可以穿的少，不会显得太胖。你看我现在穿的这样子，是不是超胖？怎样呢？我不吃你，我什么时候吃过你？现在还不肥，等养肥了再吃。你现在太瘦了啦，瘦了怎么吃哦？哎呀，我没有吃过兔肉说真的。啊，网络又卡了一下，吓死我了，吓到我了。网络卡了一下，吓到我了。当当当当，吃了等冻。吃兔子不犯法，兔子是可以正规养殖的，兔子不算野味啊，兔子是畜牧业是没有关系的。有 QQ 群啊，当然有啊。有 QQ 群，我本来是想建一个 LINE 群的，然后建 LINE 群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清楚有些奇奇怪怪的账号会加进来，就是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就加进来，然后会很怪，我就不敢继续开 LINE 群了，我就现在就留一个 QQ 群。腰围，我腰围挺瘦的哦。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肌肉都有了，我最近在练哦。哦，对，我给你拿一下我的哑铃还在这里，看我哑铃在这里，看有没有超大只的哑铃，我有在练哦。不行啦，不能吃我。感冒了很难受，我超讨厌感冒的。对，我有 LINE 群啊，但是我现在没有对外开放啊，就是我要加我 LINE 之后才能我把它邀进去的，就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 LINE 群人员数一直在变少，因为聊的天多了，有些人就是没有加 LINE 群，那都在那边，那成为了不好意思啊，我不常上 LINE 的。我有，但是现在是，哎呀，还要打字好麻烦。所以我在考虑，我确实想在这里弄个群组怎样的，但是我不清楚外面还有什么，比如 WhatsApp 的话，WhatsApp 的话就是要手机号嘛，所以也不方便。毕竟大家什么隐私方面的事情，我觉得用手机号不太方便。但是 LINE 的话，我只要开放那个链接之后，就很多人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全部进来了，什么 QR 码呀，或者是不知道哪边点进去的，叭一下进去了。然后我就说，他是谁哦？好多人进来，我不知道是谁，哎，就很难受。然后微信的话，微信群其实我自己都不怎么用微信。贩卖我不能贩卖我，贩卖我的话是违法的。违法贩卖呢，不能贩卖我的。OK， 我先群里面回一下哈，Welcome。moment 呀，没有啊，不是，他们是一直会进来的，就是我只要一直
链接开放着，我上次就试过，突然间就30多个人了，然后突然之间就很多人就进来了，然后哇，我就怕他们发什么不好的广告，什么那种奇奇怪怪的广告，万一发进来，我真的受不了。就是至少 QQ 的话，我可以撤回之类的，我至少熟悉一点。但 LINE 的话，我根本没有搞懂过，因为我不常用。突然想听故事，你想听什么故事？我现在这样子讲话，不像是在讲故事吗？就是侃侃而谈那种样子。超级荡，QQ 的话，那个因为 QQ 有个会员功能，知道吗？就是会员不开的话，它会有很多广告发出来，就很难受。所以一般的话，手机上面弄 QQ 就好了。虽然说我这里的话，我开会员了，所以没有什么广告的。都被我踢掉啦。我已经全部踢光了，那时候看到的都全部被我弄光了。然后又加了一个那个禁止链接或者是 QR 码加入本群，然后就锁死了，把整个群给锁住了。对，唉，而且没有而且了，就这样子的。唉，爱丽丝梦游仙境，这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哦。哎，不是，这个也有电影，好像我记得我好像看见过这个电影，然后没有去看。哎，说起电影哈，我倒是现在又想去把 Netflix 重新订阅一下了，因为我喜欢的一个韩剧应该出的差不多了，我可以去看了。第一次好啊，第一次看直播，以后多看看我的直播，超棒的。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来 QQ 群啊。LINE 群的话，我以后再慢慢去研究一下。但是如果聊天什么的话，方便下 QQ 的话，就先来 QQ 群好了。对，QQ 群比较人多一点，比较活跃。对。就是聊的内容不能太过，就是不能，因为它有检查之类的，聊的内容不能过太多。Sure， 当然了，为什么要这样问？猎魔士我看过预告片呢，但是，预告片的话，西方那种什么，西方那种感觉的话，我不是太有兴趣。但是，那个什么复仇者的话，我还是蛮有兴趣的。那个世界观我喜欢的，但是欧美那种复古一点的我就没有兴趣。就像 Apple 上面不是有个 TV 功能嘛，然后它上面不是苹果有很多自己自制的那什么影片之类的嘛，我看了一下，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就随它放着了，因为我现在换了11之后，他送我1年的那个 Apple， 对，也不能什么想聊就能聊什么啊，我肯定不会让你们聊那种奇奇怪怪的内容的，那种东西不能聊，乱聊不行啊。任何地方，就是一个是它自动回来，一个是不要问我英文考多少，好吗？不要问我英文考多少，待久一点好啊，越久越好，源远流长。
说起那个剧哈，那个剧叫做什么《爱的迫降》，一部韩剧，就是讲述的是什么北韩的一个女生，就是不是北韩的，是南韩的一个女生，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滑翔伞飘到了北韩，然后和北韩的一个军官谈起了恋爱，超有意思哎。安眠书店的话，第二季比第一季来的血腥了，但是我好像更喜欢第一季那种感觉，又有点小清新，但是又有一点悬疑那种感觉。第一季的男主就感觉像一个跟踪狂加那种变态情人那种感觉，第二季的话就感觉不像了。就是感觉他是为了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在弄一个事情，对，对啊，所以说现在不能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对你们的年龄来说还不够，知道吗？你们要到一个适当的年龄才能去聊一些适当的话题，不能说，你几岁他几岁，你们就可以一起聊一个话题，那是不行的，不然的话分级什么的就没有用处啦，是不是？对啊，《爱的迫降》超好看的，那个女主超正，你去细品一下第一季嘛，真的超有感觉的。首先不谈它的色情元素哈，《鬼灭之刃》是什么？我搜索一下。No 肌肉男 ，No stronger 男 ，OK。我搜索一下，什么叫《鬼灭之刃》呢？鬼灭之刃，之刃，刃啊！这是一部漫画呢，感觉。这部影片万人看见过，好像巴哈有看的地方，巴哈好像可以看，是动画风可以看的吧？我忘记了，我好像没有什么看过。我一般都追一些日常的那种番剧，这类的不怎么看。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没有感觉日常的番剧更好看一点吗？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男高中生的日常生活啊，还有女高中生的日常生活啊，就名字就叫这个哦，然后就超有意思的。祢豆子我倒知道，祢豆子的话，在 B 站上面有他的那个手办，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有点贵，我就不想买了。鬼灭我没有看，越红越不想看，这是什么心态呢？动漫还是爱情？动漫有爱情啊？为什么说动漫没有爱情呢？Kimi no Namae wa不就是蛮不错的爱情日漫吗？还有那个 Tenki no Ko 也不错。我现在还买了一首 Tenki no Ko 的歌，好像对，250日元买了一首歌，蛮不错的。还有我记得好像是六他们的那个 TV 六 TV 他们还做过那个 Tenki no Ko 的那个饭，超棒的。我想自己去做一次，但是那种薯片我不知道在哪里买。昨天才刚把《同居人是猫》动漫看完。哦，这部剧我听说过，对，我听说，肯定听说过。但是没有看，因为最近没有看过新番。对，
铃兰高校。哦 ，OK，moment day 了，moment day 了，OK， 哎，我真受不了了，他又开始，哎，受不了，受不了啊！我在干啥？我刷新一下页面哦。我感觉现在网络可能又会有点波动之类的，但是各位不要担心。俺は世界の一番男です。頑張れる。先把手机这边退掉。哎，奥利给，兄弟们！等等哦。哎，那什么 C Code Feeling 什么 CLOUXDY， 你也看过老八吗？奥利给，超帅。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了。英兰没有看过，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你们发了些什么？网络君闹脾气了，笑喷，生气。这里真的找到 OK， 奥利给。我记得刚才有人说有没有看过抖音是吗？我这里没有。我有看抖音，我有看过抖音，但是不常看，因为抖音没有 YouTube 好看，这是真的。我 YouTube 可以看老高，老高的影片超好看。我懂啊，当然懂这个奥利给的梗，当然懂，为什么不懂？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那什么勇往直前，奥利给！这是一个 B 站上面的梗啊。无聊的时刻，不无聊，不无聊。哎，但一般台湾一般是 TikTok 吧，跟我们内容还是有差别的。我们这边差不多抖音里面都是一些女生啊，就是跳舞之类比较多一点，然后那种秀恩爱之类的多一点。咕噜林波，咕噜林波是什么东西？精灵的凌布，凌波微步嘛。其实说真的 ，B 站上面的梗过得太快了，我基本上都快记不住什么梗了，我可能是落伍了。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蔡徐坤，过了几个月之后，蔡徐坤不火了，然后变成了那个东涌怪哥和老八。什么什么的就很怪啊，一下子变那个，一下子变那个，疯狂变，biu，一直变来变去的。我可能跟不上年轻人了。但是，其实一开始 B 站也不是像 YouTube 这样子啊 ，B 站上面一般都是以前都是二次元啊，现在就是像 YouTube 这个方向在进展，但是。信众什么意思？信众，信子，众人，我也不懂啊，谁懂啊？他们那些梗我都不懂。还是好好在 YouTube 上看老高就好。巴啦啦小魔仙，乌塔纳魔仙变身，
从前有个魔仙堡，那时候魔仙不一样，就很怪。游乐王子那个以前也被那个什么疯狂的那个什么传播过，然后现在又不火了。不过这个春节最棒的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有的，就是他那个《爱情公寓5》终于是出来了，然后我终于是把它看完了，但是还是有点失望，他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对，但至少我看完了，我花了25块钱提前看。对，有个女王不得了。每个魔仙，我不会唱，没有歌词，我不会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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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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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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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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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它调调是这样子的。什么？这个字我有点看不清，好像是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丽娜贝贝鲁多，那是什么？这是经文吗？念经的吗？阿克拉达，我上次听过大悲咒，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每个冒险的他知道哦，对对对，然后怎么弄？哒哒哒哒，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还觉得游乐王子好帅呀、他那个面具什么超帅，都盼我世界更美好。可以，你听过这首歌吗？你还是看过？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为什么要冷眼旁观？我们要热眼旁观，用你这个诚恳的眼神盯着我。哇，好累啊！小魔女哆来咪，哆来咪是什么？哆来咪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在我们音乐课的时候这样唱过。哎呀，水之呼吸之炭治郎，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哇哦！你们是在打电动的时候这些词会出来吗？还是什么？哎呀，这个，no，我那个英文不会，但是我罗马音还是可以的。对，日文的罗马音我是可以的。水之呼吸是义勇吧？义勇是谁啊？为什么我感觉很陌生的感觉？你们在聊谁啊？哎，其实现在 YouTube 有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订阅哈，就是每次都是要，不是订阅，是那个发布影片之后，他先是给我黄标，然后我要去给他审核，审核过之后，他才会给我一个绿标，就很慢。现在都是，说多了都是泪呀。雷之呼吸，皮卡丘。哦，皮卡丘我看过，那时候很火。最近在追《地府少年花》，你们都是二次元吗？都这么喜欢看这种东西的
一之行，霹雳一闪，我还10万伏特，是不是？我突然之间插不进话去聊了，你们在聊什么？天哪！可爱游戏，它可能那个 AI 误以为是什么那种东西了吧 ？AI 有问题了，然后就判断错误，然后就对，没错，就这样子。我蛮喜欢皮卡丘的啊，我记得我还买了件衣服呢，就是皮卡丘的。但我还想玩 Pokemon Go， 但是我们这里不能玩 Pokemon Go， 然后就放弃了。鬼灭之，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去补一补了。说真的，那鬼灭之他的妹妹那个咬了一个那个笛子，那个超可爱。就今天是你了，皮卡丘小，no，我是那个训练师好吗？皮卡丘是我的跟班。没有小九的聊天室，怎么可能没有我？怎么可能啊？乱说的。哎，再看一看。哎，什么时候我才能出去玩呢？好想出去玩。哦，对了，小九的影片，就那个不是那种，我是说 vlog 之类的，我觉得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开始制作了，因为现在钱是够了，相机的话，那个过几天也会买。对啊，那个 YT 的名字就是我真名，因为我这个号创的蛮早的，那时候我不清楚 YT 怎么玩，而且那时候那种用的软体也不是太好嘛，所以很卡，我就直接确定创建了一个我的频道，很早以前了，这个频道创建的时候，然后现在我就开始在运营嘛，在运营的时候我就不想改了，因为这个是我直接跟我的 Google 账号连在一起了，而不是说我自己创了一个品牌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就我不想改名字了。如果改好之后的话，就是变成 Google 的名字，那就我不喜欢把 Google 的名字给改掉，所以就这样子放着吧。对，呀，你是知人，なんですか？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读出来了，我好棒！啊，看看我的头像，你的头像我是很小，一下看不到哎，主要是，哦，看出来了，很可爱，这是 Q 版的很可爱。灶门兄妹在哪里？我唔知啊，我唔知什么叫做灶门兄妹。哎，是不是？多日不见，看我台语标的多好。Hello, night love， 夜就是晚上 ，love 是喜欢爱的意思，晚上爱。哎好啊，芳龄光临啊，不是吗？啊，那我看的比较小嘛，我没有看清楚啊。哎呀，我不怎么
优雅子，对啊，我融入不进这个话题啊，我不怎么看日漫了，我就不太懂日本动漫这种东西。哎，一般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在那个看点影片，或者是说，有我自己感兴趣的，我就是专门去看。但一般都是3次元的，2次元已经很少看了，蛮不多了。现在，以前的话蛮追的，就是喜欢追2部。好，先去洗澡，拜拜。喵喵喵，先洗澡，等等回来。敲键盘很疗愈吗？那可能是我打字太大声了，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有那种感觉了，就是那叫什么 ASMR 那种感觉，对。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要听我什么？听我乱说话。没差。哎呀，我伸个懒腰。Welcome。哇，我腰抽筋了吗？记得要喝热水哦。好啊，我还要这么买一大壶。我喝多少了？我喝了一半了。你乱讲的，真假的？你乱讲。我唔知啊，我唔知你乱讲的。我唔知道啊。哎呀，其实什么叫乱叫？嘿，小妹妹，不可以乱说。什么叫做乱叫啊？这人伸懒腰的时候，不都是会有一些声音发出来的吗？这算什么乱叫吗？不要乱讲哦，乱讲是不行的。我是老实人呢，我是老实人呢，好吗？我是老实人。是缘分，是注定，无限月光来撒影，唔惊风，唔惊影，无情无义要好行的，定定的公义，一只无看少年时，流边里没了时。腹肌吗？有一块大腹肌。但是有手臂肌肉，胸肌也快练了，但是肚子上面还是一大块哦。你们都怪的，你懵是什么？懵是什么？是我说我懵，还是说你们都怪怪的？不会乱叫，不会乱叫。好，去洗澡啊！洗得香香的，然后好好睡一觉，就超棒。That's good。啊，话说我最近都没有睡好，我最近睡一会儿就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昨天没有洗澡的原因。我今天也要洗澡。你是会困紧。假我看笑，我才不读呢！真的是你这我才不读，你在套路我，我知道。你不要给我下套，我知道。我是很有智慧的。家里的
体谅我尽量唔好咪惊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过一天一天一天地落后，有一天等落后。肥肉肉怎样？肥肉肉不好吗？跟你讲，软软的才摸起来舒服哦。你要是真的是硬硬的就不舒服了。然后我多少高？我178，高不高？1.78米，不是1.78米，是178，你知不？就是那个和180就差2厘米，对，还算高吧，不算矮吧。反正我在人群中，我不觉得我很低。没有吧，好吗？我唱的是《浪子回头》啦，《浪子回头》。我多重啊？我没有量过但是我在学校里量的时候是70多，70多 kg。具体我就不报出来了。具体报出来，我感觉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爱你啊！不，你是大笨蛋。什么鬼啊？这有什么台词啊？可以。Good。咱们今天播到10点半左右就好了，然后我要去打理打理自己。165，我从小5开始就没长过，够高啊！女生160到170之间，蛮好的啊，就挺标准的。然后170以上的话，就女生一般是比较模特身高了。就是一般女生的标准身高是160到170左右，然后170以上就是模特身高，都蛮棒的。对，不过我们这里好像流行一个叫什么最萌身高差，就是你的身高就是要和男生有一个几十厘米的差距哦。然后就是那个，我觉得不怎么好。太有身高差距，我觉得不怎么样。5948，我知道什么意思。你当我是北七哦？你当我是北七吗？我会读这种东西吗？不会，当然不会啊。没有胖胖哦，我是肌肉，是 strong, no fat, OK? Fat and strong is difficult， 是不同的。You're right， そうですね。514，女生不要太高，这样男生是不是？没有啊，我觉得哈，我一般是比较喜欢女生跟我差不多高的。就比如说，我蛮喜欢女生在我肩膀这边，或者是在我这边，都蛮不错的。但是如果你太矮的话，就算2个人交往，一个人太高，一个人太矮哈，你就算牵牵手都有点别扭啊。097，不，我不是。你不要以为你换成台语我就看不懂，我看得懂哦。为什么我总是看我这个影片里面我头总是歪的，好怪哦！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是正着对他的啊，这是相机的问题吗？超怪！
那我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应该就会投过来一点。Welcome to code, okay, but in bedroom is a wall, no cord. You can on bed watching my live. 我感觉你没有听懂，你肯定没有听懂。我自己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No no no， 不要87好吗？不要87，87不好。当然反过来更不好，两个都不好，所以都不好。87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不好的。啊，哎，就这样子正一点吧，这样子好了。而且这样子我又斜到这里来了，这个相机怎么这么怪？好，坐正。让我来给你们打一下我刚才说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好吗 ？I know you called you can是不是超标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哎，我就是很标准的人哦，比心。Oh no！ 被你发现错误了。Hello， 晚安哦，喂，安安哦，晚上好。啊，发错了，发错了。COLD。我好可怜啊！为什么我总是英文都是丢脸？在你们面前，我英文总是丢脸。That's good， 猫咪，漂亮。大哥，我喝水喝多了，而且是 are cold。I know， 什么意思啊 ？I know you are cold 是吗 ？I know you are cold. You can in bed watching with you。そうですね。我感觉我英文好差，但是我在进步，因为我在 up， 对不对？我觉得还说中文好一点。然后看之前用 so 吧 ，I know you cold， I know you are cold， so you can in bed watching me。哎，这样读的通顺一点呢。是哦，你加个 so 好像通顺很多哎。好厉害！我下次打中文好吗？我下次打中文，我不打英文了，英文让我很失望。之后要 hand in bed， OK， hand in bed， head in bed， OK， yes you're right， that is employment， yes I know。英文都拿零鸭蛋表示不理解你们在说什么。Me too。看吧，这句话说挺标准的，我也是。
我们来唱歌吧。一杯酒能甲伊，三不五时嘛。等等 I already know that you are cold. Maybe you and stay invited to keep you. 我这句话很深奥啊，但是应该是我已经知道你很冷，也许你躺在床上让自己暖和。我知道 keep 是保持的意思，应该是有一个保持。我没有加 n 的 leave， 好多错误啊！难怪我英文作文只拿3分。老师给我一个辛苦分，你写了这么多单词，不错，50个单词到了，不错，好了，给你一个3分吧。你的 no， 我英文还是可以看的，简单的句子还是可以的。什么 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David Taylor. Yes, and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是不是 ？How old are you? I'm 17. Okay, and 还有什么？还有，我发现好多我喜欢的 YouTuber 都在直播，不然就是播。Hi, I'm from Malaysia. Okay, I know. Welcome, friends. YouTuber 在跟我说，错误 ，YouTuber 未能收集足够视频来维持流畅，因此观众可能看到缓冲处理情况。我什么英文都不会哈。Hey guys， 是 Hey 啊 ，Hey guys 好一点 ，Hi guys 不好。Hey guys，Hey friend，Hey bro，然后怎么说 ？Oh you look is so cool， 我会说、Thanks you too， 是不是？一看就是一个英文很标准的我。哎，不对啊，但是马来西亚不是英文很重要的吗？我记得马来西亚英文很重要。我第一次认识马来西亚是因为黄明志的歌，然后我去了解过，感觉还蛮不错的，热带嘛。然后听说那边的那个什么黄焖鸡还是什么，反正一个鸡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鸡那个叫什么来着？海南鸡还是什么？就是，然后还有那个饭其实是黄黄的那种黄金饭一样的东西，我吃过。那我吃过，我在那个外卖里面吃过，但是应该不正宗啊。马来西亚应该有更正宗的那种饭。马来语我知道，马来语，然后还有那个英文、马来语、华语，还有印度语，差不多吧，就这4种语言，我应该知道了。我知道啊，马来是就是一个叫大马嘛，叫大马就好。哎呀，我收到一个 iPhone 的通知，什么？哇哦！你有新的回忆哦，1年回忆2019。
自从我把 iCode 换了一个 iCode 之后，他就经常给我发一些您的回忆。Good 叫 Nice Lemak Sada Banya Mari Makan， 这是马来语，肯定是马来语。我看不懂，肯定是马来语。我很聪明的，我都看得懂，嘿嘿，我超厉害。那现在特别烦我的机箱，我只要一靠近我的桌子，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传导，然后就是那个机箱的声音就很大，呜呜呜的，我听着就很难受。唉，但我对字母数字不敏感，经常记不住。我跟你说，其实语言的话不需要太敏感，你只要能生活中能用到就好了，生活能过得去就好。语言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又不是说语言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你只要会说就可以，也只要别人能听得懂，管他什么语法不语法的，听得懂就好。我本来就是跟人家讲话的，我又不是跟你来考试的。哎，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往直前。相信我吧，什么奥利给兄弟们！我去上个厕所，你们加油！我去上个厕所，水喝多了。搞屁呀、我一回来你们就说那什么那什么东西啊？小九去厕所，你去奥利给啊？谁去奥利给？哇，柜子好乱，没有乱了。我觉得还好哎，柜子，因为我是买了很多书之类的，但是买来就是放在那边都没有看，对。我现在在盯着 YouTube 那边的自己，我看他刚刚进来之后就什么？对啊，那个桌子，对啊，没错，就是要有一种西餐厅的那种情调，很庄重、很庄严。就比如说你们在跟我在吃一次很隆重的烛光晚宴，而我穿着一个非常独特的西装，
我们要来吃饭了。嘿，看着我。你们没有听到吗？但是我这里有声音哦。哦，不对啊，我有啊。但是你确定没有吗？你确定没有？我看一下哈，我试一下，我看我这里有没有声音。哎，怎么这么奇怪呢？影片，对啊，我有啊。啊，我懂了，我懂了，因为我这里好像是 OBS 好像没有调好，所以ちょっと待って看我调一下，是这样调吗？这样子呢？但是你确定没有吗？你确定没有？我看一下哈，我试一下，我看我这里有没有声音。我现在在调，怎么这么奇怪呢？影片，对啊，我有啊。现在应该会有的，你们相信我，不浪费时间了。其实我这里听到蛮大的，因为我 OBS 可能音量调小了一点点，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听到。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哈，我的柜子其实还好啊，因为懂唱 Yellow 吗？什么意思啊？唱 Yellow 黄色。Yellow 是虾米啊？我怎么这什么意思啊？是一首歌吗？我可以在 YouTube 看一下。我大哥，真的好丢脸。Yellow Coldplay。我平常2、3点钟睡觉吧，2、3点、3、4点，蛮多的。我现在好像过的是美国时间一样，因为我现在起床都是下午几点钟了，所以时差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好吃，谁吃奥利给了？哼！再跟你说一遍，啊！告诉我，究竟谁吃奥利给了？啊！小丫头，不要乱跟我说奥利给，要这样说，奥利给。都没再睡，不能没再睡，要睡哦，不能说一点都不睡，一点都不睡对身体不好的。口头保不了命，没有人可以保你的，相信我。You are die。不行不行，我这样子再演一下，我眼泪就要出来了，笑哭了。哎，其实啊，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音乐的，这个是爵士音乐呢，闭眼听就不错，
睁眼就笑死，为什么？难道我的声音只能闭着眼睛看吗？小女孩，告诉我。哎，那个什么配音 ，Hello， 雷猴吗？哒哒哒哒哒哒，哼哼哼哼哼哼。一个国中生就已经失眠了。没事，我国中的时候都快面临学测了，我都记得我是看影片看到3、4点钟，然后再睡觉，然后6点钟起床去学校，然后然后我又睡觉了。什么叫傻子啦？我那么聪明的人，你告诉我，你说我是傻子？我明明就没有这么不露脸的吧？为什么说一定要闭着眼睛听我说话？我很伤心嘞。哎，不能这么现实的好吗？哎，你看我都哭了。金鱼佬是什么？你能不能翻译成白话文？金鱼佬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方言了，我有点听不懂。对啊，对啊，金鱼佬是什么？不能现实，千万不能现实。神空万岁！神空万岁！神空万岁！别万岁了，你们要面对我，不能面对声音，声音是虚假的，声音没有用处，要看我 ，OK？I'm people， 呸 ，I'm people，I'm people，OK？看我这么都这样子端正的坐着，咱们在咖啡厅里面是不是四目相对？我喝一杯，我这样倒一些水，我装成咖啡哈。好，这是咖啡呢，这是咖啡，你也拿着咖啡，咱们碰杯呢，星巴克的杯子看见没有？蹦一下，要有绅士态度，不能总是声控。声控怎么了？声控也不能影响我们喝咖啡。很太啊，很太啊！哎，姐姐，姐姐，我好爱你呀！让我们堕入深渊吧！好猥琐，这是病娇吗？其实，如果真的要录音的时候病娇，其实不用捂着口，但是我并不怎么想这样子。我看人都没有什么感想，眼泪都会笑。你不能喝咖啡，为什么不能喝？咖啡这么好喝，新冰乐适合你，放心，不贵，你请客。那要有感想哦。
一定要有感想。就像我，感觉好病娇，没有了，我不病娇的，我是个好孩子，我不病娇的。说爽之前把眼睛睁开来，然后再说爽，我好喜欢，不可以闭着眼睛，哇，爽，我好喜欢，那不行哦。不，这句话不能说，这句话有点那啥了。睡不着没钱，哪里没钱了？我这打工有很多钱可以赚啊，而且台湾还有保底的薪资的，哪里没钱了？一个人花肯定够，相信我。有吗？你是最小那个。相信我 ，QQ 群里面很多年龄都是假的，对，就是不喜欢那种，对，就是很多我们 QQ 上面很多就是不喜欢把自己真实年龄弄出来，也有些会把真实年龄弄出来，就不太确定了，对。小啥年龄？对，没错，年龄很小，不能听。这个等级要分在18岁以上。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哎，年龄差距要分好，这样才能，对。你12岁，这么小？不会吧？电信公司不用多少钱嘛，顶多4000块够不够？对不对？那也是保底工资里面的一点点而已，你还有好多钱可以花，只要……哎，你一下说你 less， 你一下说你是10多岁的孩子，一下说你是20岁的孩子，那我怎么相信你？信用值为0哎。快16了，我快18了。18岁之后，我就可以在好多地方玩耍了。当然不是那种地方，你不要想歪哦。我是说一些平台上面玩耍，不要想歪。对，你们怎么都这么小哎？我还以为你们都比我大，都是一些好孩子。那是不是你们？乖，你们告诉我，你们 Google 上的年龄是不是乱填的？是不是都填了1990几年，199或者是2000年？你可以去打工啊，就是比如说那种临时工之类的也是有钱拿的，打工也不错的。哎，赚钱总是有门道的啊，是不是？我当然相信你才10多岁了，怎么可能相信你是20岁啊？哼，20岁不是这样子的。信じてはいつも一つ。18岁要考驾照，但我是你要考机车驾照还是考那种汽车驾照？什么？第一个想去哪呀？我第一个想去，我第一个想去什么地方啊？我第一个当然是想去，我现在有没有想好？但是18岁之后，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些限制就没有了，就是对那种未成年人的限制就没有了。所以18岁以上，等到了再说吧，现在还没到呢。以后再说，然后
18加音频不会出啊，出了也不会是那种不能，反正那种东西我们这里现在还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东西出了的话，我以后要是拍影片的话，拍那种 vlog 影片之类的，或者你看我直播，你听我有个18加的音频，18加音频你在看这个人还在这里直播，就很怪啊，有没有感觉？然后啊，都填1999年，你看我一猜就猜到了，你看，一定是在 YouTube 上看一些坏的东西，然后就一定要年龄限制，哇哦，被我猜到了。好了，我更过分，我填的是1996，骗你的。哎呀，19加没有呢，没有19加，你才12岁，你跟我说19加，你先好好读书，读好之后嘞，读好之后，等你成年之后，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尽情的搜索你喜欢的内容，对，没有啊，年龄限制这些，毕竟我还没有太想去弄这些，毕竟这已经算是，你要是说真的做了这种东西，是不是其实算是一种传播了？传播就已经算是犯法的，对。YT 年龄都是假的，没有啊。等我，有些人还是真的啦。就比如说我们父母那辈，如果说在那个 Google 上面注册的话，肯定都是注册真实的年龄信息了。但我们这一辈的话，因为未成年，所以你肯定要弄一个虚假的。我一猜就猜得到，你们这些人什么花花肠子我都猜到了。不行，你不可以，你才12岁，你还有6年时间才到18岁。我读的是实用技能班啊，读书什么的没有用。我也是技能的。我是成绩不够啦，然后只能读技能专业的，不能去读那种，书那个不就是那种，不能去读那种专门是读书类的，就是有一些要专门偏技能方面的，对，我没有诬陷你，你肯定看了，我是没有说你要看18加的，你自己说的啊，不管哪办法，我们这里就是啊。不然的话，怎么可能？B 站什么审核这么严厉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些规定啊，所以不让你审核过啊。我现在这还是要做端正，我觉得这样子歪7扭8做的不成体统。打理好我的衣领，然后端起我的水杯，来，咱们喝咖啡。可以洗呢。哒哒哒。我觉得，读书的话，主要还是我觉得我欢迎过来哦，欢迎过来玩，welcome。不过等这里疫情过去之后再来，现在不要过来，现在生命第一，对，健康第一。中等就可以了。其实我想说，而且在台湾的话，其实学历这种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在学历方面，台湾应该不是太严厉了。我们这边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
那种工作就是专门只招本科生，不招我们这种技能专业毕业的。所以说，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才要一直考那个本科而不是考专科，就技能类的。所以有差距，对。在台湾的话，应该没有这种差距，所以，早点学技能也是不错的。那你不要乱说什么是摇头，不能乱讲的哦。小丫头，你是我的，只能看我。小九喵喵叫，喵喵。你读五专哦？对啊，其实台湾没有差，台湾你读那个不管你是专科本科没有所谓啊，毕竟你们那边就业之类的不会管你那种是不是院士副院士，不管啊，只要你有技能你有专长就好啊。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凭学历是这个东西，学历很重要，我们这里，所以对。撒个娇？怎么撒娇？不嘛不嘛，不要这样子！我要吃这个东西，你给我好不好啊？是不是这样撒娇？哦，我就要这个东西啊，你给我买嘛！怎么回事？等等，我看一下。那，你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上下符号的？等等，我看一下。你这样让我很难受。你没有那种上下引号，就那种啊这种东西没有，我要打一遍才知道。奶这什么？奶个奶沟奶狗音。哎，你这狗要有那个。个偶狗是那个你那个东西没有哎，那个东西要打出来啊，那个东西要打出来啊，那个弯钩要打出来才行，不然的话读不懂的。等等，我有信息给我看一下。哎。我跟你说，你这个要打出来啊！刚才有人给我发闲鱼信息，我买了个东西，你这个东西要打出来的，这个东西不打出来怎么可以？哎呀呀呀呀呀！奶狗，其实奶狗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奶狗，但是别人再说一次，小丫头。小丫头，你是我的，知道没有？只能看我。小丫头，你是我的，只能看我。小丫头，你是我的，你懂吗？所以你只能看我。3种。好，你看这个我就看懂了。你把那个符号标上去，我就看得懂；你不把符号标上去，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哎，只能说明我注音还不到家，还要继续练习。有个验证信息哦，看一下。好的。其实奶狗的话，奶狗、狼狗之类的，其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了，因为我对这种东西
不太能分辨。但是大家都说我的声音类似于兽，但是反义词是公。ちょっと待って，我还是打个字吧，不然的话我感觉看的还是好吃力。我在那个输入法上我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看那种单独的看我就不行。哦，好烦哦。那我来看一看，小九死，哪有死了？真的是，我喜欢康康那什么康康奶啊，我喜欢康康奶啊。这什么？这什么？这康康刚刚刚刚那样是吗？那样哦，是这样子。我把它看成科哥，我弄错了，干。哎，小九是瘦还是瘦？两个有区别吗？不都是瘦吗？这个我懂哦，小鸡偶酒，你看吧，这还是可以的。你们不要这样子，哎，这个注音，没事。经过这样子高强度的训练之后，我的注音肯定能突飞猛进。没错，翻译，我刚刚喜欢刚刚那一段，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口气了。我来看一下怎么样的口气啊，小丫头，你是我的，只能看我。小丫头，你是我的，只能看我。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吗？气泡音，我不懂什么叫气泡音哎。瘦有什么区别啊？此瘦非彼。中的哦，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知恩真，我忘记了。就是我还以为一直这个直接没有 O， 直接 no， 不要一起用注音，你会被 YouTube 直接说成是垃圾信息的。哎，天哪，我差点就意识不到了。真的吗？真的吗？好吧，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哎，不过这次我不会再有错误了，因为我已经很厉害了。Goodbye， 回。哎，这不算欺负吧？这算什么？哇，天哪！我很尴尬，明明我刚才吹嘘说我的注音很厉害啊，结果，
你们这样一发，我又看不懂，闹出了很多笑话，这是我不能容忍的。这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真实的状况。我的真实实力，你永远不会发现。没有啊，注音我懂啊，我会注音，不算欺负啊。哎，注音这种东西，学一学就会了。对，多读多看多说。几个多啊？3个多。对。哎呀，不行，我笑的眼泪出来了，我擦一下眼泪。我喜欢刚刚的声音，我喜欢刚刚的声音，哪有喜不喜欢的？成年人全都要。我给你打出来，我跟你说，我不想等延迟了，我直接给你打出来。那个话说啊，那个会员的话其实没差了。如果等一下，大哥，会员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都可以。你如果是想订阅的话，其实礼品卡也可以；但是不想订阅的话，真的直接多看一点我的影片，然后多看看广告，然后也是没差距的，看广告就好。哎。公公的声音，公公的声音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啦，是不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大人全不要，全都要。呀西呀西的，版图都要了，好啊，这位小姐这边买单，全都要。超棒哎，都看完了。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 YouTube 这个广告到底是怎么在算，但是，我觉得还蛮多的哎。他现在已经给了我，好像已经有好几个美元了。我看了一下刚才，沙雕哦，什么叫沙雕？这叫什么？性情中人。好，我编不下去了，就是沙雕。我是北七哦。你知不？我是北七，北方的北。哎，丢个垃圾。哎，明天就是10号了，然后还有18天在家里。哇姆哉，你在讲什么啊？哇姆哉啊！我没有承认，什么都没有承认，你不要乱说哦。你无言什么？我还傻眼猫咪嘞。对呀，大家都去睡觉了啦，没有睡觉的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夜猫子。Night cat， Night cat，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你要当夜兔子，夜兔子是什么？
夜宵兔子吗？在夜市里面被人吃掉，哪有很老的梗啊？傻眼猫咪还好哎，还有无盐薯条，是不是？哎，还有什么？反正最近的一些流行词我不太懂，我这个人不太能接受流行的东西。无盐薯条。哎，不过傻眼猫咪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很可爱，说真的。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第一眼看上去，那个傻眼猫咪很可爱。谁说不能吃的？你看，我跟你说，重庆有一道专门吃兔子的一个料理的名字叫做什么爆炒什么兔肉还是什么爆炒兔子肉，应该是很辣的那种重庆的包子，太辣了。没有啊，兔兔是很可爱啊，但是兔兔真的是可以吃的。每次都听到我的声音，听到睡着的，哎，这很好哎，能让你睡着，超棒的。哎，其实说真的，我其实也有听什么那种相声啊之类的睡过觉，但是如果是 AirPods 的话，你会怕它丢掉，就是有一个万一丢在床的哪一边不知道，或者是带线的那种 AirPods。那种的话就是，你会找不到，你会缠住，缠在脖子上面。对，先睡了 ，OK， 拜拜，灰灰，拜拜。其实我广告才看没几天啦，说真的。对，哎，因为什么 YouTube 那个。广告是很烦人，我有时候看的一半的时候，突然广告弹出来，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直接开了一个 YouTube Premium， 然后就是一个月差不多那个不是一个月179台币嘛，然后我就订阅了，订阅之后就还好，就40多块钱一个月。你看 YouTube Music 可以当音乐的那个软体听，然后 YouTube 又可以后台播放听，又没有广告，超爽的。切，哎，你在这里跟我考英文，我跟你讲，我这一个翻译我就啥都知道了。等一下我看一下。贴花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意大利语啊。脱盖是就是长不高是吗？日文我也不是太好了，就是能说，但是不是太好。说真的，俺の日本語が勉強します。勉強。哎，我也是同类哦，我被广告惊到过好几次，然后我就主要还是因为我是 iPhone 嘛 ，iPhone 的话就是没有那种小窗口可以给你后台听那个的嘛，然后我就很受不了，一下就是一定要开着屏幕，然后又耗数据流量又什么的。虽然说我也是吃到饱，但是我总是很北宋，40句之后就要限速了，然后我就只能想了想，哎，这不错，就直接 Premium 开一个，然后就超爽。相同的事物，双生的意思，相同的事物，那就是两个人相似，就是一个克隆或者是平行宇宙的意思吗？我最近看老高看多了，可能比较会相信外星人之类的。老高看多了。哎，
旁边。背酒有人甲伊，三不五时来到你，若要讲我讲是。听册子的抖音就可以播，我真的册子抖音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很喜欢 B 站听，但是 B 站内容其实蛮少的，其实，而且 B 站那个它的一个播放列表之类的，我觉得没有 YouTube 方便，对吧？主要是我不懂韩语我看不懂韩文。稍微思密达我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放弃，不是放弃，而是继续。看一下。 가장什么米达册子直接给你奥利给我，不太懂啊！最近发掘到一个主播音频的，其实 YouTube 上有很多音频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音频，那种抖 S 抖 M 那种，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通过那个广告盈利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广告盈利的，就是怎么能通过的？我很好奇，他们那种不是很多就是抖 S 抖 M 吗？然后好神奇，他们能通过。然后我稍微抖 M 一点点，有一个音声号，然后就没给我通过，就很怪。不过我可能，最近如果你们想听一点稍微刺激一点的，我可以考虑出一个病娇类的，对。蓝书不懂，我跟你说，如果你想听那种 ASMR 的话，有一个韩国的倒是蛮不错的，叫做什么？叫做那个番茄那个，蛮不错的。我一般都在听，一般听 ASMR 就听他的，就是叫什么 ASMR POPOMO PPOMO 对。然后我以前我就经常听他的，就是 ASMR 的话，别的我就不懂了。没有喷麦了，没有19加的，真的，我们这边除非以后有分级制度啊，或者是允许我们出这种东西了，我才会去做吧。现在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去做那种关于那种方面的音声，我以后也不会做啊，肯定不会做啊。我以后要做影片之类的，我这种不会去做的，对，因为我觉得哈，为什么 ASMR 现在在我们这里连这个名字都被禁掉了？因为 B 站也不能出现 ASMR 这几个字了，是因为真的。那些就是28这种东西，把这个给添上了标签，以为 ASMR 就是28黄色什么什么的内容，但其实很多人做的都不是这一类的，但是就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标签一样的，就是我们全部禁止了，只能写成中文音声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小薇是什么？我不懂小薇。你可以弄点老一点的歌，周华健、刘德华，还有什么黄家驹、张国荣，我都可以。然后还有 Lemon 也可以。夢ならばどれほど夕方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鼓動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誇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面影に暗いまま。对 Lemon 可以。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
煎熬是什么？没有听过。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认悔。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不是啊，会睡觉了，但是我12点下播也可以，11点半也可以，看你们了。然后我要去洗澡。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遇到风吹。小薇，那不听，现在不能听，现在听了，等一下 YouTube 给我一个版权警告。哎，这种时期就不能感冒，一感冒我就浑身难受，受不了。哎，对，我之前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一周里面YouTube 的观看时间平均每天7个小时50分钟，有点过多了。很老吗？我觉得还好。还有什么歌？Welcome。还有什么 ？I hope baby。什么 ？You sugar。Oh yes be。什么 ？Don't mind on me。Oh right here is honey。And your love a little song by me。那什么Mary Five 的那个 Sugar， 对，我只会这2个，英文歌只会这一个。还有什么 I buy my payphone， 我英文歌曲超喜欢 Mary Five， 他们的歌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I buy my pay， 不会唱。欢迎回来，奶糖想喝热牛奶。奶糖放进热牛奶里面，是不是就变成甜甜的牛奶了？而且超好喝的那种，浓浓的。我好久没有喝热牛奶了，我都是喝冰箱里拿出来的牛奶，我好可怜。对啊 ，Sugar，你没有听到我的啊这个字吗 ？Sugar，Sugar，Oh yes be。好了，我英文歌唱不好。还有什么歌？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什么？到不及拥抱。我飘向北方。真奶好喝我超喜欢真奶配芋圆，超棒。然后茉莉花茶我不怎么喜欢喝，对，我一般喝水都喜欢喝白开水，不喜欢里面加东西，加了东西就不好喝，感觉。咖啡除外哈。然后蜂蜜牛奶，应该蛮好吃的，我不怎么喜欢单纯吃蜂蜜。不行了，我现在一大声说话，我等下我妈妈听到了就不好，我妈妈听到就过来说，就过来，然后就我完蛋了，Game over。没有，我也不会很多喝啦，因为芋圆的话，
比如一点点啊之类的，有些没有说真的，但是有些芋圆好喝，就是不，其实一点点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我想不起来了，完了，Coco，他们那个珍珠咬起来我真的是咬到我快太有那个嚼劲了，我咬的牙齿都快累死了，有时候就一直就不太好。我就喜欢那种芋圆软软的，咬起来咬2下就可以咽下去，那种感觉超舒服。不要像北方后面是 rap， 什么 rap 要吃才能唱，我没有吃的话记不起来的。芋头直接吃吗？芋头直接吃不好吃，你就像鸡蛋里面你直接吃蛋黄，其实还蛮不错的蛋黄。蛋黄还好，那我应该说什么？反正芋头的话，我喜欢，然后就是做饭的时候吃，就是芋头配排骨烧成汤，煲汤喝，芋头排骨汤，蛮不错的。不是以前有个超火的一个美食吗？叫做什么珍珠披萨？珍珠披萨我好想尝试一下哟，但是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的卖，不然我想去尝试一下，感觉挺好吃的。我觉得下次要换一首歌了，这首皮蛋好吃啊，皮蛋超好吃的，皮蛋你配一点酱油，皮蛋然后你把它剥开来，我最喜欢吃里面的蛋黄，我不喜欢吃蛋白，蛋白的话不喜欢吃。家常菜的话，只要不是太辣都还可以吧。然后海鲜的话，我不喜欢吃海带，对，海鲜我不怎么喜欢。虽然我是沿海地区的人就本地人了，但是不怎么喜欢吃海鲜。对，皮蛋你不能那样直接干吃，皮蛋干吃是真的不好吃。你把它弄开来，然后放酱油之后。蛋白我还不吃，蛋白我那个感觉我也不喜欢吃，涩涩的感觉不喜欢。里面的蛋黄你配饭吃，弄点酱油，哇，那味道一级棒。可以点歌但是要是我不会唱就没办法。你可以点一点老歌，那样我可以会唱一点。杰伦的也可以，杰伦的我还蛮多会唱的。对，家常菜，再说做菜的话，没有啊，我最喜欢吃肉，我最喜欢吃肉了，只要是肉就好。海鲜的话，海鲜不要是海带就行，海带我不喜欢吃，那种味道蛮难受的。还有那种带壳的那种花甲之类的，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吃1-2个还好，多吃就不行。左手指月。不知道是什么，左手指月是什么？皮蛋配豆腐，无所谓。其实配豆腐的话会比较好看，再加点肉松的话会更好一点。但是一般来说，豆腐我碰都不想碰，因为我喜欢吃那种煎豆腐。它那个豆腐如果是直接放进去的话，我接受不了。哎呀！但是，就比如，其实那首是成语也可以吗？そうですね。我下次看一看嘛，这首歌我等下去收集一下。不过我是02年的，我是02年，西元2002年，对。因为现在最新的歌，我除了黄明志的
我真的没有太多可以听的，比如学猫叫还可以，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是不是？这个还可以，还有什么？好少，我都不会怎么听歌。我觉得还是老歌有味道，刘德华超帅。然后95年，小时候买一盒豆腐，然后加酱油，拿勺匙。几月几日啊？8月24，8月24。8月份还差6个月，还好久，慢慢来，不心急。800年前吧，我还觉得很新哎，我还觉得那个挺新的，才不就这几年的歌吗？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想把我的心融化掉，就是什么就是小猫猫。不会唱了。最新红的歌啊，我只知道有一首香港歌又重新火起来了，叫做《处处吻》，好像是。但是粤语我不会唱，廣東話好難啊，我唔會講啊。我大陸的，国外的新歌，国外我也不知道，我就听那些我认识的歌星，我不认识的我可能，除非 YouTube 给我转过去，不然的话我不会听。我居然比小九大4个月，蛮好的，你比我大 ，yes。有点甜不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时候嘛？那时候我还国中那时候的歌，那才是老。那是我国中的时候我看的。还有什么？看一下网易云就知道了，但是我可能都没有听过。真的没有听过，一首都没有听过。有点甜是真的很久远了，汪苏泷的啦，《微微一笑很倾城》看过没有？没有看过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我喜欢看，我喜欢看甜一点的剧，就是有些爱情片不就是那种比较虐，就是一定要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男女主角才能重归于好。但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一开始就很甜，从头到尾都是甜的，超棒，我就喜欢这样子的。都是甜的才好。但是这种剧很少大陆我在江浙沪啊，具体的就不说了，在江浙沪反正。汪苏泷可是一点都不老，他现在很帅，是吗？还有许嵩的歌也不错，那种窗外初晓，日照西摇，云自摇，什么还不错那首歌。路夜渐微凉，繁花落地成霜。怎么我会一点点，以前看过《三生三世》，后面就不看了。最近不是出了那个枕上书吗？枕上书的话，我看过，但是没有以前那种欲望想看下去了，可能是长大了，成熟了。角落听过没？无心听过没？我走后都没有听过。好，晚安，晚安。天哪！为什么我感冒了？为什么我没有开空调？气死我了！下次一定要开空调，不然就感冒了。一定要记住。わかってる？佐藤さん？はい。凉凉夜色，
广州啊，那我们超远哎。哎，你在南边哎，我在东边。肖战、王一博、李现都很帅，我只知道有个小鲜肉叫李易峰，然后我比较喜欢明星是杨幂，对，不能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最近不能去看医生，看医生里面都是那种疫情挺严重的，去看医生不好，因为感冒嘛，就喝点药就没事了，对，着凉了而已。而且我们现在出去什么的还要量体温，挺麻烦的。晚安哦，张永山，晚安。别通宵了，我等下下播了，12点钟下播吧，早点睡觉了，不可以总是熬夜，天天熬夜，身体吃不消的，懂吗？哎。我跟你说，白浅的话，我觉得不是刘亦菲也演了一个电影版的334嘛，但是我更喜欢的还是杨幂演的，我觉得她那个比较有仙气，对，比较正，是我的菜。但是人家比我大太多了。不要，你要熬夜的哦，听你的声音，听我的声音。你要看我，不要听我的声音。Look at me，OK？、我们从什么时候啊？从武汉那个被爆出来之后到现在啊，好久了，就一直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啊，10多天了吧？对，差不多10多天了。哎，为什么很无聊啊？无聊了就多看看影片吧。哎，我给你推荐哦，给你推荐一些好看的影片，比如郭德纲相声，我超喜欢。哎，你要发霉了，没办法，毕竟现在特殊时期，不出去不捣乱就很好了。你出去了，万一怎么样了，对吧？不出去就好，在家里面好好的就行。对啊，很快就会结束了，肯定很快了。现在我觉得状况都在好转啊。直播唱歌只能干唱，没有 BGM， 有 BGM 就要那个什么版权警告了。哎，肯定会好起来的，相信我。3月份你们绝对开学，开学了就表示那种情况就好很多了，不会再那啥了，不会再太严重了，相信我。哎呀，放心啦，都会好起来的，不用太悲观了，加油！解锁新词了，宅死！不要宅死啊，死多难听啊，不吉利的。啊，我是这种门，懂吗？就是那种移的平移门，你知不？平移的。没有、啊，你去听那个相声，相声好听。虽然那个吴小薇很好记啊，小薇很好记哦。我跟你说，对，那什么，马来西亚也开学了，那就注意一点嘛，就注意那个多戴口罩之类的。就是上学之类的，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被病毒侵蚀。安全第一，健康第一，生命第一。OK，
很好记啊，小薇啊，是不是很好记吗？我记住了。啊，对，说起郭德纲，我还没说完。郭德纲，你要是听他的相声 ，YouTube 就很多，你听一下，真的很好笑，很有意思。但是可能有些梗就是比较就是北方那边的梗，就是可能要意会一下，不可能一下子就领悟的。对，广州4月份嘛，广东下面对，广东是第2啊，排名第2，没事啊。什么爽不爽？不爽啦！人家他们也其实4月份，其实他们现在都不想在家里待着，很想上学。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这样子待在家里面，每天就被困在家里面一样，还有时候就怕怎样的，这种不舒服的，真的不舒服。如果我说真的，还不如那个如果没有病情的话，可以早点开学，我都愿意。但是病情在，对吧？没办法的。深圳大学，哇哦，哎，你是大学生哦，可以。台湾2月25号，很好啊，晚几天，至少等那种疫情稍微控制下来嘛，然后再开学。毕竟台湾也有了嘛，安全第一，别的先不管，安全第一。Your body is your improvement first one 。没有啊，其实说真的，开学和放假没有什么区别，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子。你开学无非就是把自己在家的时间变成了自己在学校的时间。哦，除了你们有作业，我好像高中之后就没有写过什么作业，作业挺少的，因为我们专业我们学专业的嘛，大多数学专业，所以那个文化类的作业蛮少的，对，所以还蛮开心的。宅在家很无聊，没办法，特殊时期，相信自己会过去的，干巴的了。哎，放心，我以后会拍很多这种影片的，而且我说真的哦，我以后会拍很多影片，然后你们会感觉怪怪的。哎，这不是一个 ASMR 的音声的频道吗？怎么会有这么多 vlog 的影片？哎，你变了。哎，没事啊。奶桃你自己，你就都可以啊，没事的。只要胆子大。哎，我怎么想到另一句话？只要胆子大，老师请孕假。这句话在 QQ 群里面超多的，但是这句话莫名其妙在开车。我变坏了，不能告诉你们这么多坏消息。哎，我怎么这里为什么靠背？哇！哎，我倒水怎么有只虫子？有只虫子哎！好啦，拜拜，史真香，这名字不行。晚安啦，史真香。おやすみなさい。Goodbye。喝水，虽然刚才进了只虫子哦，有点怪怪的。国中，说真的，
我们国中的时候，作业都是有布置的，一定要布置的。但是布置了也是在最后一天完成啊，没有差距啊。没关系，最后一天完成，我行。毕竟我没有神器。其实有个 app 你可以下载一下，然后作业包一扫就有答案。对，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没错，刚才那就是车，但是我只随便说说，没有说要做这种事情，也没有说教你们做这种事情，没有的事情，好不好？思想不要太那啥。我天哪，不通宵已经算好了，别通宵，通宵不好，我都不想通宵。我反正再晚我都会睡觉，因为人一定要休息，但是休息几个小时是你的事情，但是一整天不休息是不对的。对，拿到学校抄同学单，这太老套了啦！这都是我们小学时候玩烂的招数了。跟你讲，这种招数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你直接拿一个 app， 你一拍答案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方便，为什么一定要去拿抄同学的？抄同学的，你公式什么一模一样，老师一看就看得出来。哦，不过最爽的还是我们国小的时候，作业发下来后面都是有答案的，一抄就好。因为反正我们交上去作业，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些作业都被扔在了垃圾桶里。明天有顾客哦，有顾客2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顾客2？明天上课还没做，你快点去做啊！不要在这里待着了，快去做作业吧。你考卷拿出去烧了，老师就把你打屁股了。跟你说，把你家的请过来。哎，这个先生，为什么你家孩子把作业给烧掉了？告诉我答案，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们不知道还是什么情况？你们孩子怎么管呢？老师肯定这样子。啊，国中那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怎么那啥，现在的孩子很幸福，现在孩子可以用 app 抄作业。好，叫你们撕，我们都不撕都懒得管了。跟你说，都放假了，不管了。那时候不管这么多，就直接发下来，你们交上来就 OK。我们都会把答案拍起来，都暴露出来了。要是你们老师在看这次直播，哇，天哪！你们老师肯定把兔兔抓起来，然后大骂一顿。他不会管，哪有老师会不管啊？他肯定会管啊！你这样子做，他肯定北宋啊！你不写还可以，你把它撕了，把它烧了，哎，不给我面子哦！哎，老师威严在哪里？你不做都没事你把它烧掉，我算什么东西哦？可能这样子，然后就过来，这位同学，把你家长叫过来。那你们老师不管，那就坐着拿工资哦，那也很爽说真的，都挺爽的。我也想做老师了。连片机会都没有，毛门的呀！哎呀，肯定有方法的啦。要想作弊，什么办法没有？是不是？说真的，现在还有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淘宝上面找一个卖家，然后他定了个价格，然后你再把你的作业邮寄给他。然后
然后邮寄给他嘛，然后让他把你做完，然后你交好钱之后，他再给你送过来，让别人帮你代写作业，有这种事情哦。淘宝上面交点钱就可以。哎，那我会跟其他老师爆料，我老师那个 XX 老师在那边听 SM 啊，真假的？老师爱听这种东西？哇哦，这么厉害！哇，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啦。你要想弄东西，真的万能的淘宝啥都可以给你搞定了，一个淘宝寄邮件，考完再烧没有关系啦。你要是没有考完就烧了，那老师肯定不爽啊，对不对？稍稍更健康。哎，什么意思哦？我没有做R18那种东西哦。什么叫这边留言就会被你看到？我有做过这种东西吗？哼，你们老师听的都是健康内容，哪有这种奇奇怪怪的R18出来？R18都在隔壁的地方，和我没有关系哦。倒水喝。哎，语文嘛，对不对？语文前面不是重点，后面那作文才是重点。你作文抄不了啊，你再抄，你前面能拿多少分？后面才是大头啊！怕什么？他让你抄，你也可以分出那种差距来了。说真的，国文考的是什么？那前面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后面一篇作文，别的没有什么用处。你国文给我一篇作文考一考就没问题。哎，背记警告处分。我一直在喝水啊，哪有边喝咖啡？哦，对，我在喝咖啡。这位小姐，喝了这么多杯咖啡，我也快破产了。偶尔喝喝水，想必也是极好的，是不是？啊，这么厉害，85分。很棒哦！作文算几分？哇，那都挺棒的。作文分开来，我觉得这样挺棒的。我跟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哎，真的不应该拿成考试一样去考，没意思。你主要还是关键是应用在生活里，是不是？哎，语言考试的话就没意思了。让我运一下气哈，小姐，是否能跟我一起共舞呢？小姐，是否能与在下一起共舞呢？大好きだよ。好笨哦！不要福利了，要什么福利啊？哎，好，拜拜，努力努力。
猜猜你是不是大胃王？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啊？我觉得不会吧。不过有些女生真的能吃好多东西的。哎，不是有 YouTuber 叫做什么千千进食中？哎，他吃的东西真的超多。那我来看一下手机。丢。你一餐吃10碗饭，真假的啦？一餐吃10碗饭，那多大的碗哦？吃货成一，你们要吃多少啊？一个 YouTuber， 对啊，对，我还没看到。我以前看过啊，以前看过他吃东西，他去日本吃那个超大的那个水饺还是蒸饺，然后咔一个人吃掉了，很厉害的。我都难以置信，哇，他怎么吃掉了一个那么瘦的人，他吃那么快，而且吃光了。少吃一点啦，是不是？吃那么多，以后都没有零花钱买东西了，你们全部都拿去吃了。怎么买漂亮衣服？怎么买漂亮包包？怎么买漂亮的东西？他以前是护士啦，后面不是那个转行做专职 YouTuber 了吗？能吃是福，但是不能太多吃，吃太多了，你以后工作了要喂饱自己都很难。哎，哎，后面我还看那个，好像是那个反骨那个培根，好像还跟他做过一次那个我被开除的影片，我还看了。你才45公斤，哇！哎，那可以哎，那你可以多吃一点，又不重也不胖，可以多吃。吃不胖能多吃，那是真的蛮不错的。你看我反正一多吃我就变胖，我就不敢多吃。哎，但是说不多吃还是吃蛮多的。可以去称一下体重啊。对啊，其实如果说算到身高的话，那兔兔你还是要更多吃，因为你现在的身高配上你的体重，那真的超瘦的，你还要多吃一点。就比如说饭的话，2碗吃，对不对？你可以去健身房称一下，健身房里也可以。
能会吃、想吃还能吃，然后还不会长胖，那是最爽的。没有人比这个还爽。你哪长？你又没有长了。现在，你现在要长的是肉，知道吗？以前一直长身高可以，现在要长肉。长肉很重要的。150.3，那你应该多高？还好吧，150还可以。饭要少吃，饭要吃少，要多吃菜。那你还会长胖哦，你体重都上不去。跟你说，还是沙拉好吃。你这样怎么长身体啊？你长不了身体了。你这样，你这样傻，你这样真的长不了身体。哒哒哒哒。好了，还有几分钟？还有14分钟。14分钟之后，各位早一点睡觉呢。わかってる？吃甜点呢？吃甜点，冰淇淋之类的可以多吃一点，好吃，然后又不胖，是不是？巧克力，巧克力不错。我怎么突然聊到吃上面了？哇，还聊得津津有味的，天哪！看样子都是吃货。放心，过12点我还是不会睡的。那不行，不睡觉的话，有大灰狼会来抓你哦，把你抓走，把你抓走吃掉，炖火锅吃。跟你讲，要做听话的乖宝宝，对不对？我想换首歌，这首歌听太久了，怎么办？换首歌吧。欢快一点的。这首怎么样？对啊，除了大灰狼，还有大熊熊，还有什么大睁眼说瞎话，我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哦，我闭眼说瞎话，闭着眼睛说瞎话，这个重点是火锅吗？重点是你不听话要被做成火锅吃掉。所以有差距的，太欢快会睡不着。好吧，那我就来一个，再换一个。
重点当然不是火锅啦，怎么可能是火锅呢？重点是，你是被吃的那个。小丫头，听到没有？你是被大灰狼吃掉的那个人，只有你被吃掉，没有其他人。哦，没有暧昧的声音，没有。我跟你说，这些配乐我只是以前剪影片的时候用的几个，我现在就换回来听一听而已，哪有什么暧昧的音乐？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怎么可能听不到？这样子呢？这样子听到了吧？超爽的。没听到，没听到哦。现在就能听到了。刚才没调好嘛，这个比较小的音乐，现在你们听到了。什么要臭弟弟说什么啊？怎么回事啊？啊，不能这样子。哎，我突然发现哦，我 YouTube 上掉了5个粉丝，不晓得为什么。天哪，好可怜啊！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掉了5个粉，哇，心超痛。不行不行，我是世界级保护动物，世界级1级保护动物，你们不能来吃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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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伤心。你看我超可怜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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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哒哒哒哒哒，哎，这么好吗？可以啊，啾咪！你是世界级保护动物，我是1级的，你是2级的，我比你高1个等级。啊，差不多了，关注和订阅一样，就是一个是 B 站的叫法，一个是 YouTube 叫法，是不是？保猛的呀！哒哒哒哒哒！我超喜欢这个音乐，超带感，左右声道互相拨来拨去。真的吗？超好，爱你哦，啾咪啾咪！感谢各位，啾咪啾咪！有订阅都是很棒哎，爱你们，啾咪！没差哦，没差哦，都很棒，都超可爱，超棒。
冬天吃火锅很容易胖的。我跟你讲，我记得我有一阵，我就是去年吧，吃了几星期火锅吧，然后就胖了好多，这脸这么大，很可怕的啦。Hello， 喵喵，喵喵超可爱，不，喵喵超 A 的，没差，爱你哦。有订阅有小铃铛，超棒。大好きだよ，みんなありがとう。说真的，我真的超喜欢你们的。真的超级喜欢你们。俺は本当に好きだよ。ありがとね，みんな。我觉得日语我感觉攻一点。你还是那个啊，原来是这样子。超 A 的也是你哦，可以。哎，你这名字很可爱，喵喵超 A 的，喵喵。哎，尤其是这头像，我喜欢这头像。有小藏呢，超棒。噔，各位。还有3分钟啊，3 minutes。そして，还有3分钟，我们再来最后聊点什么？最后3分钟来一个完美的告别。我都施展不开我的身子，天哪！这耳机线还有那个，对，我也超 A 的。别换小账了，现在先别换，我们先把这个聊完吧。聊完，然后我下播了，我去锻炼一会儿。哒哒哒哒。最后3分钟听娇喘，谁跟？不可以哦，不能听娇喘。你才12岁，兔兔，你不乖哦，不能听这种东西，听了大灰狼会来抓你的。抓到你就把你做成兔兔火锅，就不好了。唉，我感觉我现在头发很像一个那种梳的那种油头的人。事实上，我就1天没有洗头发，让我的头发就这样子油光发亮。好吧，那最后满足你们这一个愿望。姐姐，跟我一起睡觉吧，然后我们一起下播。我等你啊。没有娇喘 ，No， 这个是18禁的哦，不能听哦。听娇喘这种事情不要听。这个不可以有。怎么能想着听这种东西呢？年纪小小的不学好。
晚安。好中二啊！